宋江镇在内门关庙一带很盛行，据说是因为早期人们为了保护村庄而兴起，后来渐渐演变成为宗教义政活动。关庙东市社区发展协会现在更将这项义政表演融入社区照顾据点的体适能活动当中。舞台上都有那个电音三太子。还有那个八家将，所以说都一直看都没有宋江镇，所以说我就请老师帮我们编排一下那个宋江镇，把它收编一下，就把它那的元素把它我们的训练的方式还有跟长者一些互动就带上到舞台上。关庙东市社区旺来宝贝队的成员是一群阿公阿嬷级的志工，带领阿祖级的长辈，透过据点内各项趣味课程，期盼促进长辈社会参与及健康照顾。阿嬷志工蔡景然说，独居长辈一个人在家没人可讲话，来这里有伴又有趣，许多长辈甚至来得比志工还早。独老嘛，没人通讲话，来这有人讲话。阮9点才开始开门他们长辈他们都8点半，比我们志工早来。旺来宝贝队成员有100岁的杨仁伦、98岁杨婉芝、95岁廖金才以及92岁许珍珠。虽然年事已高，无法舞棍弄枪，但仍坚持参训，为的就是想跟大家一起登台表演，展现活力。大家做好啊！大家大家都做到真爽快啊！快乐过日子。到处都看电视电视看到啦，都看到啦，袂晓得爱困就安尼尔。嘿。即马来家咧？来家都讲得较吃不消啦，较袂爱困啦。来家交一寡老朋友啦，就大家做伙非常趣味啦。若休困做袂关系的，拢若开课好，就赶紧要过来啊。他们现在也都是蛮热衷的来练习，就是我们就尽量安排他们说，因为现在要站在舞台上，也要承受那一些压力，他们也是蛮大的。可是他们都很乐意来受训，很乐意来参加。所以说，他们如果我们说规定说晚上7点的时候要来，他们就6点半就来这边集合，生怕我们不让他上台表演的机会。长辈来这不只是上课，他们还组队比赛。去年参加卫福部所举办的2024阿公阿嬷活力秀，首次参加就拿下台南市第1名的佳绩，非常不简单。执行长罗良回首过往，东市社区发展协会在1999年成立，10多年前开办照顾据点，当时长辈人数只有5人，在协会理事长李永仁、总干事吴明昌、据点主任徐宝瑞与志工们齐心协力，一步一脚印打拼，才有如今盛况。看着阿公阿嬷们脸上的笑容，再怎么辛苦也值得。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